继续来看赖清德当选总统，也毋过伊得票率并无过半。国民党的立委王晓玲认为民意的基础无够，所以王晓玲提案要来修改掉选罢法，要甲总统大选改做2轮的投票制。若是第1轮无人过半，就由得票数上悬的前2组，搁来进行到第2轮的投票。也毋过，这个提案是引发到质疑。讲根本就是针对这届第3名的郭文哲，是咧卡这个郭文哲。民进党的立委嘛批评讲，这违反着宪法。不过，民众党因家己的立委林国成是表态来支持哦。伊讲这个外界唔免预设立场，唔免认为讲这个郭文哲伫2028年的选举就一定是第3名。有可能这个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参第1轮都选袂入去。第1轮没有人超过50% 的话，选最高的2个再投第2轮。我跟你讲，如果用那个制度，我现在一定当选了。目前骄傲讲，那是这个选法绝对稳赢。郭文泰讲的，就是法国的选举制度，即马有人替伊淡出类似的理念。国民党立委王晓玲提案，即卖的总统大选是1轮的投票制，应该改做2轮的投票，避免产生少数的政府。也就是讲，若是第1轮的选举候选人得票数拢无过半，14天后第1轮相关票的前2组候选人，搁再展开第2轮的投票，由票数上侪迄组来当选。只是有哪样提案嘛，引发着联想，在敢讲是咧针对郭文哲咧提早布局，没有卡谁的问题啊，也有可能，不管是民进党第1轮就进不去，那国民党也有可能是第1轮就进不去啊。我个人是支持这个方案。我想王委员他个人的意见，我们也不置可否，但是我觉得可行性低。毕竟咱台湾的相对多数制是宪法规定，嘛引发到另外质疑，这等于是违宪。来看国际上的国家，包括法国、奥地利、芬兰、葡萄牙等等，拢有进行2轮的投票制。芬兰是总统甲总理分享行政权，奥地利的总统是象征性的元首。像首长在法国是总统甲总理掌握无同的行政权。翁小玲委员的提案是没有问题的，没有违宪。任何国家的一个总统啊，最好他的民意基础能够过半，因为代表有过半的人民支持他。王晓玲嘛，搁在发文上来解释，强调2轮的投票制是会当避免被迫弃保，互小党也有独立的参选人有搁较侪机会。是讲2轮制除了面对着危险，嘛可能会提高社会成本。新科立委的想法嘛，搁在引起着话题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